3月2號，出埃及記第13章，新譯本。耶和華告訴摩西說，在以色列人中，你要把所有頭生的都分別為聖歸我，無論是人或是牲畜，凡是頭生的都是我的。摩西對人民說，你們要紀念這一天，就是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的這一天，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把你們從這裏領出來，所以有酵之物都不可以吃。你們是在亞筆月這一日出來的，日後耶和華領你進入迦南人、赫人、亞摩利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就是他向你的列祖起誓要賜給你的那流奶與蜜之地。那時你要在這月守這敬拜之禮，你們要吃無酵餅7日，在第7日要向耶和華守節。7日之中你要吃無酵餅，在你4境之內不可見有發過酵之物在你面前，也不可見有酵在你那裏。在那日你要告訴你的兒子說，這是因為耶和華在我從埃及出來的時候為我所行的事。這要在你的手上作記號，在你的額上作紀念，好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。因為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把你從埃及領出來，所以你要年年按着定期遵守這律例。日後耶和華照着他向你和你的列祖所起的誓，把你領進迦南人之地，把這地賜給你之後，你要把所有頭生的奉獻給耶和華，也要把你一切牲畜中所有頭生的小牲口奉獻給耶和華，公的都屬耶和華。凡是頭生的驢，你要用羊羔代贖。如果你不代贖，就要打斷他的頸項。凡是你兒子中頭生的人，你都要代贖。日後你的兒子若是問你們這是什麼意思，你就要回答他，耶和華曾經用大能的手把我們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。那時法老心裏剛硬，不讓我們離開，耶和華就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或是牲畜，都殺了。所以我把所有頭生的公牲口都獻給耶和華為祭，但我所有頭生的兒子卻都要代贖回來。這要在你的手上作記號，在你的額上作頭帶，因為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。法老讓人民離開的時候，雖然非利士的路很近，神卻不領他們從那裏走，因為神說，恐怕百姓看見戰爭而後悔，就回埃及去。所以神領人民繞道而行，走曠野的路到紅海去。以色列人從埃及地上來的時候，都帶着兵器。摩西帶了約瑟的骸骨同去，因為約瑟曾經叫以色列人嚴肅地起誓，說，神必定眷顧你們，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也一同帶去。他們從疏割起程，在曠野邊界的以躺安營，耶和華在他們前面行，日間用雲柱領他們的路，夜間用火柱光照他們，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間雲柱，夜間火柱，都不離開眾民的面前。
讓我哋一齊祈禱立志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係何等眾多而寶貴，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睇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每日靠着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閱讀同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